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主持人阿明詹伟民。乡亲朋友，你爱食萝卜饭、控肉饭无？这个台湾的好食物哦，伫中国爆发非洲低温的这个时阵，大家拢惊吓，这个后摆可能食无哦。好哩，在台湾成功阻挡中国这个非洲低温。搁一个好消息咯，就是咱猪仔咧过去哦，因为这个口蹄疫这个猪瘟哦，这个月这个初一已经免注预防针满一档啦。蔡英文总统那嘛甲这个重要哦，这个成绩哦，甲讲互大家来知哦。这个农委会嘛讲咧，过去25档。台湾的这个猪肉未当来外销，现主是免注预防针嘛是非疫区哦。台湾猪各会当卖去其他国家，对着台湾的饲猪产业咧，真大一个鼓励哦。今日台湾新眼界社会大小事，要带你做回来讨论。民国86年呢，台湾爆发着口蹄疫这个猪瘟这个疫情哦，伫遐惊风大量来台视哦，规个国家整体经济嘛损失1700多亿哦。台湾嘛对迄时变作是疫区，这件代志咱节目顶邀请大家来做回顾。首先呢，咱要来做回讨论来宾有咱台大兽医系这个教授赖秀水，赖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所以咱邀请到咱农委会哦防疫局这个检疫局这个副局长杜文珍。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所以咱邀请到咱饲猪协会理事林秋桂，秋桂姐你好。主持人阿明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咱三位拢坐到咱节目现场，头一件代志就是要恭喜咱台湾已经脱离到这个疫区这个部分，这件代志真正是对台湾人讲是好代志呢。当然啊，这口蹄疫伫咱遮20几年，今仔日这几年啊，蔡政府其实起来甲执行落，讲不爱注射，是一年内底拢平安无事。这是一个足大的代志吼，因为你若无甲这个口蹄疫清掉是，咱每年吼为着要预防这个，所以讲你注射要预防这个口蹄疫，你敢若疫苗的钱就爱。差不多要到4、5亿，真济哦。这4、5亿了，你过来，你就爱搁一块预防遐的工资啦，各方药品啥物货哦，母的都爱几十亿。是。所以你早一年拢改清掉时，你就政府就省去，咱的社会就省去几十亿。这个成本的这个。你过去吼，20几年以来，咱一直在防疫遮，咱损失1700亿无单紧哦。咱干那预防这个口蹄疫吼，佫用起要几啊百亿，是，才2、300亿以上。所以这回蔡政府嘛，甲这个成绩哦，讲互大家知哦。这回这个3年来，伊的这个成绩，这个猪瘟啦、口蹄疫这个猪瘟，会当家免注射肺区，真正是伊这个大功劳。咱来看一下这个新闻片段。猪瘟防疫工课执行20多天，104年到今，台湾平湖妈祖无过验出猪瘟病毒。106年正做注预防针非疫区，去年停注预防针，到今年7月7日满一档，2年来拢无发现病毒，无疫情传出，已经申请到免注预防针非疫区，嘛正做蔡总统的一大执政成绩。这个考验的是国家的意志，也考验的是我们的业者的决心。更是考验我们大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的用心。所以，在这几年来，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一场很艰辛的过程。那今天我们口蹄疫拔针，已经完成，那我们也要去申请这个不施打这个防疫针。而且可以变成是一个非疫区的一个地方。蔡总统肯定农委会作为，不过农委会5万，短期内互兽医师专业加级提悬至每个月8000块，并且爱甲兽医师的课保护足，安尼才会当互所有政策执行会当照起工。后一步台湾猪都当外销其他国家。现在拔针成功之后，就可以跟有兴趣的这一些贸易国家来谈这一个。台湾猪肉的出口，但我们还是以目前的国内供给为主，因为我们现在有5到10% 的
国内的猪肉是从进口来。虽然台湾特别通过伫这疫区除名阶段，不过现主时也有非洲伫这是防疫重点。到明年这一段时间，我们会去评估我们目前的一个猪瘟的在野外的一个状况到底是如何，来决定说拔尖的一个时间点到底可以多早。目前春金门地区因为104年有牛发现病毒，也无法度共同参与申请，所以来怪单明年5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宣布台湾澎湖马祖地区通过申请，即当正式为伫这一区来除名。记者综合报道。这22档来会当摆脱到这个低温哦，还是口蹄疫哦，这个猪农甲政府合作非常的重要。这个防检局伫这个部分有做什么措施？主持人，你讲得真好。其实这个工课唔是讲今日叫政府做就做会成，这绝对一定要咱的产业爱配合。当然，咱实验室这个部分嘛介重要，是安怎？其实从咱86年迄阵发生口蹄疫，大家拢做想要讲，什么时阵会当让这个病清掉？一开始因为疫情介严重，所以咱就注射嘛，做有风险。有风险当然，这个病情已经有控制落来啊。真中间咱有试过讲，无看那什么时阵卖过来做疫苗无？有，咱有试过。因为要卖讲做疫苗，这个代志是喺科学的试验，刚才讲，即摆外口是不是还有病毒？大家有病毒，当然就袂使停做疫苗。所以真中间咱有试过，有咱伫92年迄阵有捌试过。本来想讲，92年试了讲，迄阵是不是会当开始来卖做疫苗？真不幸，咱伫98年迄阵开始，本来是讲阶段性要来停。但是迄阵用实验的结果，现主是去现场看了讲，哎哟，袂使，迄阵袂使停，是安怎？还有疫情咧发生，还有病毒伫迄个咱的市场内底，所以迄个时阵本来有咧想，但是做无成功。所以这件代志是咱产业界20几档以来一直想要做的代志。是因为咱即马政府蔡政府起了讲，既然是产业的希望，是毋是咱即摆认真来做一摆看卖？是啦，咱伫迄个田间内底看拢无病毒啊，咱就达到即个会当卖做疫苗即个条件，咱照步、照期间、照即个计划来做，就一步安尼做。所以20几档以来，其实大家有咧想无？有，拢足想。但是伫前3档内底，讲实在，大家足努力，包括咱养猪协会。你等下听邱贵姐讲，咱养猪真正即摆有够认真咧做，大家做伙来，达即个目标做伙达成，所以才有即个结果。是真正是台湾猪的骄傲，所以咱要请教邱贵姐啊，这部分你应该感受真深嘛？是，因为自从中国做爆发非洲猪了，阮饲猪的承受足大的这压力拢大家足郁住足久啊。到即马口蹄疫拔针成功了阮这饲猪才重新看到因的这笑容安尼。咱过去咱迄10当前，咱嘛有曾经要口蹄疫要陪针，但是伫个98年真不幸，第一病就发生了，咱就全放弃啊，拢恢复，拢全面落做疫苗安尼，到即届把迄陪针甲成功安尼，我感觉这是咱小英总统，咱这政府，互阮饲猪上介大的这礼物。我嘛，阮这饲猪，我嘛希望讲继续搁做这自我防疫这工作，搁继续做好势，因为即摆是咧保护这猪啊，中间咱爱甲明年5月7日，这我都正式解除咧安尼。是，真正有影，这个昨个蔡总统这个赖内底，佮讲到这个台湾猪肉进行这个料理有偌丰富、偌好食，伊个这个票选票，这个活动对无？其实咱就要来回顾讲，其实咱这回让阻挡着这个口蹄疫22档会当这个免注射肺区这个部分，伊的拍拼努力。不过咱要回过头来看这个口蹄疫也是讲这个 DJ 这个技术谱到底是当时发生的？其实伫1997年3月时阵伫新德县来发现的这个部分呢，迄当阵就是全台湾一礼拜内咧，全台湾有7个县市拢通报着这个疫情这农委会就赶紧向这个 OIE， 就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定讲是这个疫区这个猪价随落价开始直落。迄当阵呢，这个农委会这个主委咧，就讲着这2年至5年内底会当病毒来个消灭。不过咧，2003年的时阵，台湾方认定是注意放射这个部分疫区，但是伫2007年的时阵，伫台湾金门马祖实施拍疫苗，但是原本要伫2009年的时阵，全面免注射，不过后尾佫爆发着这个疫情。咱看
张图，这个部分是2015年的这个时阵，已经是申请到这个台湾、甲澎湖、甲马祖这个注预防社非疫区这个部分，但是金门也有这个疫情的这个部分，现主时其实也有咱这回是台湾、澎湖、甲马祖做伙先申请，但是金门这个部分也未当完成，这个部分咱先请这个副局长来帮人说明一下。啊，基本上就是安尼，因为金门伫后来佫有发生疫情，所以伊的状况是较慢，所以即马也搁咧注疫苗。哦，但是注疫苗的时阵，伊即马嘛是过去即几冬拢无再有疫情发生，所以即马是注疫苗的非疫区。吼，啊，台湾、澎湖、马祖三个是已经无注疫苗啊。吼，啊，因为过去一冬无再发生，吼，啊，这符合着 OIE 咧讲，就无注疫苗，无再有案例，啊，无。经过咱检验，也无再有即个病毒的存在，吼，所以咱是有符合 OIE 的即个规定，吼，即 OIE 就是咱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规定。咱知影讲咱有符合即个规定，但是咱正式嘛是爱去甲即个 OIE，吼，爱甲申请，互国际社会正式甲咱认定，安尼才有算做完成一个手续。是，所以现主是咱个讲倒来，大家知影即个口蹄疫、口蹄疫即个部分，伊的即个。爆发的这个名叫做什么？叫做 Foot and Mouth Disease， 这应该是咱赖秀水老师教授的这个专业啦，对不？你甲咱讲一下这个病情爆发的时阵，伊大概有啥物病情的出现？即摆口蹄疫的迄个，我先讲一下吼。是。台湾呐，清治这个口蹄疫吼，唔是干那咱台湾的国内事尔。这是一个国际大代志。是，有影。现时吼，世界有。68个国家已经无即个口蹄疫免注射吼，啊，咱若搁加一个是，就变做69个吼。即个口蹄疫即摆咧，伊的病毒拢总有7型啦，吼有7型吼。啊，即个病毒吼，咱当时在1997年感染到迄个病毒是叫做 O 型啦吼。啊 ，O 型迄阵感染了到迄个 O 型吼，即个 O 型吼，即个病毒佫真奇怪。伊敢若用感染到即个猪啊。啊，无法度感染牛甲羊啊，遮活体的迄个动物。啊，应该讲口蹄疫是拢会用个感染遮才对。啊，到1999年吼，金门有着口蹄疫，迄个就一般的迄个 O 型的迄个口蹄疫吼。啊，所以因为即个台湾1997的即个口蹄疫伊就发生时吼，咱就知影讲啊，迄个基因的迄个比对了吼，就知影讲这是对中国来。是，吼，因为这型咧，敢若中国有尔，吼。OK， 这个口蹄疫吼，伊感染到这个猪仔的时候，它分做2种，一种就是个保龄猪啦，哦，保龄猪若感染到吼，食冷的猪保龄差不多拢死，100%拢死，吼。啊，你伫迄猪母迄个零趴中间会看到足侪迄个水泡，所以迄阵我发现到口蹄疫的是，迄阵我拄1997年。3月18啦吼，我特别上课时，啊，这个北部一个店长打电话，伊讲：老师，我的保龄猪吼，拢死了啦吼。我迄阵就惊一下，我讲：这店长你搁拼等去看你的迄个保龄，你迄个猪母遐吼，零趴有迄个水泡无？是，吼，伊搁拼等去一个看安尼，我真紧张，就甲我讲啊，全部是水泡，所以伊的第一件拢死了。哦，我的专家甲我讲啊，这就口蹄疫。我随就甲咱这个农迄个做托务处去联络，啊，因讲也已经知啊。啊，随时讲吼，这是猪仔囝部分感染到吼，保龄猪拢会死啦吼。啊，若讲对迄个已经断龄以后，啊，甲这个叫做较大的迄个猪仔。伊死亡率是无关，是15%至30%左右吼。啊，最主要伊的症状就是感染到，对不对？伫这喙、这口这所在，甲伊的骹遐会出这些水泡。是。所以伊的名叫做口蹄疫嘛，就是安尼意思哈。啊，其实伊发烧啦，啊，口蹄疫你有这个水泡了后吼，伊根本就无可能来行路啦。啊，当时迄地会落去啦。啊，这水泡出来吼，也无办法来食啦，因为是我发烧。你若去一个猪场吼，一般咱若去甲猪场吼，迄猪安尼样叫，安尼会安尼吵安尼。迄阵我去甲猪场，连甲一个声音都无，所有的猪拢倒落。拢在。你去甲一个猪场啊，几啊千只的猪场，点，迄会可怕呢。迄猪场本来去安尼真热闹的迄个猪场吼，安尼吵架，
靠咧钓着所有底下拢倒，无法度吼。啊，这拢倒咧吼。啊，所以伊的主要症状就是这个迄个水泡嘛吼。啊，这个伊这口蹄疫乃会引起死亡，因为伊感染着伊的心脏，心脏有迄个心脏的迄个肌肉吼，迄个肌肉吼，会有迄个死亡，迄个做坏死，会死去。啊，死去了伊会有迄个白斑。所以就讲做泰戈哈，就是讲伊的呼吸安尼啦。啊，伊的死亡的原因就完全即个心脏的迄个问题。所以大猪还是迄个大牛遐吼，大只牛遐吼，差不多死亡率有差不多15%。是。哦，啊，较细吼，差不多30%左右。所以伊真可怕。迄阵咱台湾因为是初感染着，所以猪啊吼拢无抗体。迄阵。感染着猪啊吼，迄阵病情是足严重的，啊有真侪猪啊吼，伊的蹄吼拢全安落出来，所以你用咧看到迄个猪场内底迄个涂骹吼，哇，真侪迄个落起的迄个口蹄吼，所以1997年迄阵是来看到即款的迄个病安尼入来台湾的时，咱的感觉会真正可怕，真正可怕。因为我。本身是对这教猪病的，啊，佮真早就去美国受这个口蹄疫、甲非洲猪瘟的迄个训练。当时我听到了，我安尼非常的难会惊到吼，啊，即正咱台湾的迄个猪会受害咯，吼。所以我迄阵写一篇迄个文章，到伫个迄个报纸，伊讲哦，这个口蹄疫入侵台湾，咱会引起迄个足大的风暴。事实都有影，安尼拼到20多年，甲今仔做法都把甲清掉吼。讲迄当阵是，我的感觉是今仔这口蹄疫吼，伫台湾安尼20多年才清掉。我对我一个叫做这个兽医的专业，我感觉真正有准啦。真正有准。真正有准啦，不应该遐久嘛。是。你甲看其他的国家，日本得了口蹄疫，美国得了口蹄疫，欧洲足侪人得了口蹄疫，拢真短就拢改破灭啦，吼，无人讲参与，像咱台湾搁一个岛，应该要破灭，这是真好。啊，口蹄疫迄阵若是讲有用到迄个政策来甲迄落是第一时间就应该要甲清除掉。是，哦，安尼若搁一个疫苗做了就无办法啦。迄阵就是讲，即针疫苗做了吼，系吧？你就是变做。规拢爱做了呀，规拢爱做，是啊，规拢爱做，你要甲即个病毒要甲清掉是无要紧。好在咱台湾是主要感染的是猪啊，吼，你若主要感染的猪啊，在过去的迄个科学的迄个研究报告吼，即口蹄疫的病毒伫这猪啊内底吼，伊伫遐秘袂久啦，吼，这秘1个月是上久尔啦，吼，啊，所以猪啊无法袂安尼讲，或者有带即个毒安尼一代传落吼。啊，最主要那牛就害咯，牛用的这个毒用到牛的身体内底吼，伫遐秘差不多2年至3年。是，所以你若牛济时要甲清除这个口蹄疫就足困难的。啊，猪啊应该是足紧，所以我感觉真有准。啊，猪啊无，阮这兽医来讲，猪啊袂带毒吼，啊袂伫遐咧袂排毒真久，啊哪会？甲22年才来清掉吼，啊，事实上吼，这就是过去吼，咱的这个养猪的人吼，也无啥要配合啦，吼，这我想就过这伊也知影，过去拢无配合，啊叫伊唔能注射，啊叫伊爱注射，伊偏偏都唔注射，叫伊唔能注射，伊偏偏要注射，就是要唱反调的对。对啦，啊就是咱感觉，因为我若安尼讲咧吼，这是第一可能会骂我，啊事实上我之前吼。拢着为着这事体在拍拼，是，有影咧安怎来防疫啊？这猪病哈，像讲即马咱这个非洲猪瘟来讲啦吼，非洲猪瘟今仔若唔是政府安尼遐迄落努力，安尼你看咱的院长苏清昌院长一个上台第一天就去检查这个海关，看有封锁这个或者这烟枪啦，这肉类对中国来无？那这点互咱真正会感动吼，就是讲对这个病有认真去控制吼。所以讲口蹄疫今仔日吼，会安尼清掉吼，我是感觉我这唔是干那咱台湾的代志尔，这是国际的大事。国际大家人拢会知啊，啊，因为咱有这个要贸易，咱的猪肉要出口啥，拢有关系到这款的疫病啊。所以咱即摆你若个讲互猪瘟，互迄个非洲猪瘟入来，啊，就害啊。所以这非洲猪瘟的控制吼，也搁
较重要。是非洲低温，咱等下个后一趴来讲，咱要先请教这个邱贵子啊，这个业者拄则教授讲到，这个较早讲过去莫注射，硬要注射，啊无爱注射的时阵，才强强要注射呢。你作为业者，你安怎看？是安尼啦，咱迄98年甲迄阵吼，把迄培植会失败，就是因为咱环境的监测吼无彻底啦。是。啊，市地对政府无信心，抱着怀疑的态度，无信心啦，啊无充分落去配合啦，啊算了有诶都有做，有诶无做吼，无落实吼，全面落去做，吼啊所以效果会较歹安尼。啊当然即届吼，算市地是因为一来非洲猪瘟的威胁，二来感觉讲吼，爱加强家己，爱提升咱伫世界即个竞争力，啊所以即届市地都全力落去配合，算即届注射率吼，拢达到90%以上，有要到100%，迄是咱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是即届成功是，我感谢咱政府有迄决心吼，甲啊做迄执行力吼，迄个算有心要做啦。对，啊嘛爱感谢咱专家学者因正确即个判断，啊佮用真济科学即数字，所以促成即届保证即个成功安尼，互阮市里一档减少注射的费用，迄人力甲疫苗费用省3亿以上，3亿以上，是，这是初估的部分嘛。对，这老师有讲到，这个光敢若是这个疫苗的部分，可能就要6-7亿，啊，个人工搭起嚟，个有10亿以上安尼。是你话咧讲吼，咱邱贵这都讲，迄是讲疫苗的成本啦，吼，啊，事实唔是干那安尼尔啦。是。你人工啊，个真济迄落费用吼，迄一年防疫起来吼，拢爱几十亿的。是，你知？啊，这回咱看到这个口蹄疫，甲头拄仔咱讲的非洲猪瘟，这个部分其实有这个做差别。咱来看一下这个图卡这个部分哦，咱来看到这个口蹄疫甲非洲猪瘟，上重要的所在是有这个疫苗啊无？这个口蹄疫其实是有疫苗，但是非洲猪瘟伊是无药物也是疫苗来治疗，需要这个专门来甲汰掉伊。啊，这个口蹄疫是透过这个空气，也是这个传播的这个途径来的。啊，咱看到非洲猪瘟这部分是借着这个喷啊，也是这个动物的这个接触的传播。啊，口蹄疫咧是伫人感染了后未发病，但是有几例啊是会传互这个猪只，嘛是有这种状况出现。啊，非洲猪瘟咧是未感染着人。这个要请教到咱的教授，这嘛是你的专业。这个部分其实你头拄仔嘛讲到，咱这个苏贞昌院长第一天就徛伫咱的国家的这个机场，海关遐，就是要决心要展现讲，要甲这个中国这个非洲猪瘟甲挡起来。这非洲猪瘟吼，即马是真可怕。中国即马抑阁是高峰期啦吼。以前去年8月开始，甲即马来讲吼，整个东南亚已经差不多拢感染嘛啦吼，差不多真济拢大部分拢感染。所以有专家甲分做2期啦，是讲中国甲即个越南甲柬埔寨吼，啊即马就北韩吼，啊专家预测讲。真紧，南韩、韩国那是会去感染着啦吼。伊就讲这是叫做非洲猪瘟伫东南亚的第1阶段的迄个疫情啦。伊甲讲哦，第2阶段的疫情呢，吼，就会这个疫情会扩散到日本、台湾甲菲律宾啦。台湾嘛，因为台湾甲菲律宾吼。当然，这个预测我是有同意啦吼，因为你若讲。无安尼真认真啊，去预防即个迄落即个人员啦，即个遮个肉来入来时吼，你若有任何迄落安尼松懈去吼，啊你就害啊吼。啊，因为即个非洲猪瘟吼，事实上伊即个病毒吼足勇的啦，是。伊对这环境啊，伫咧温度方面，伊拢抵抗力足。悬咧吼，啊无当紧吼，无当紧，伊感染咱即个或者感染的迄个途径吼，迄个方法吼，足侪咧。你就一个去中国去游览的人，你若毋多去吸着即个非洲猪瘟的病毒，转来啊，你去机场，你都有可能把即个病毒炸转来嘛。是啊，所以会使讲要防疫即个非洲猪瘟进入台湾吼，这是真正爱严格的代志啦吼，毋是讲干那讲某人来防的，这是全民的迄
意识地色的迄个做检啊，但是最重要的我是认为啦吼，这就咱这市地的这朋友，啊，这咱就讲这行业作检拢是第一线嘛，哦，所以你若讲咱的这个市场的行业然后做好，吼，啊，若唔做疫情，你就爱紧报告出来，哦，事实上，非洲低温若准讲有入来吼。啊，那伫啲店的内底要甲破灭清除是真紧啦，吼，因为伊甲口蹄疫无共款，口蹄疫你甲拄仔讲的，伊是空气来传染的嘛，吼，这个市场甲1公里以外的市场啦，迄个风势传去，都法都甲这病毒传去。但是非洲低温卖嘛，伊靠这个叫做接触才有法度嘛，所以今仔中国为何会遐紧吼？本来非洲低温是人伫欧洲的迄经验，迄传播是差不多1年100公里尔嘛，啊中国一声就规个拖去，几啊千公里就免几个月就拢传，迄就因处理即个非洲低温感染的市场的方式无共啦吼。啊，我个人是认为讲，因甲真济即款的感染的市场的迄个猪啊吼。拢掠去台啦，掠去台做烟肠啦，做这迄个火腿啦，啊，是腊肉这啦吼，啊，真济这个非洲低温感染的猪啊吼，台，但是真侪猪落台，你无可能一摆甲消化掉，所以呢，伊就爱甲冰冻起来。是，所以外国人有在写讲，哦，即个中国吼，伫2018年的迄个吼，伊真侪叫做 ice pork，就是讲冰猪肉，吼，因真烦恼啦，因为中国即马听讲因在7月初吼，就要甲遐冰冻伫冰库内底遐猪肉拢要冲出来，啊冲出来了，伊即马大量进口这猪肉嘛，啊进口猪肉了才甲冰落，吼，啊即马若讲甲遐猪肉清出来，佮落去消费者安尼落去使用的时，哦，迄就真危险。是。安怎危险呢？迄会个引起再度的感染，因为这肉差不多拢有感染到非洲低温嘛，吼，啊可能拢有带动嘛。哦，虽然讲中国政府伊有讲吼，讲因要一甲伊检验啦，但是遐济要安怎去检验？啊，若无遐紧吼，啊，所以讲吼，这个非洲低温伫中国吼，要讲要甲消灭，要甲迄种吼是真困难，即摆还佫伫足高峰期，所以咱台湾也是。要来防治这个非洲低温吼，绝对爱有这个耐性，还有坚持，唔是1年2年尔，有可能爱3年5年安尼迄个时间。啊无吼，那一个入来吼，迄非洲低温的迄个问题，会影响到咱的这市地的，会比这个口蹄迄个口蹄更较严重，因为口蹄死亡率是无悬嘛，啊过来有疫苗通预防嘛，但是非洲低温是无啊，迄阵你若口蹄疫清掉，但是非洲低温入来，你的猪肉若是袂用的外销，那这是低的，所以爱真小心，若爱讲这防疫是第一线嘛，你这是为着恁家己财产，就爱大家来全力来预防者吼，啊最主要这我是全民的迄个防疫啦、防疫啦，唔是讲干那一个这个饲猪的尔嘛，因为你这肉类要炸啦，唔通炸吼，绝对唔通炸，啊你就爱知影，若唔通去迄个疫区的所在吼，去迄庄卡迄猪场去拜访啊，啥物尽量的安尼，啊，转来你唔通一声就去接触到这猪场嘛，哦，特别伫中国有饲猪的人，啊，你转来了，你绝对唔通一声就去你的猪场，你就爱外口试验区了，哦，啊，衫穿清气，换了，啊，再会使去入你的猪场，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这个防疫工作，这个有 SOP， 咱要搁请教咱的这个副局长哦，这个咱。这回真正做了介好，就是伫非洲低温这个部分。其实咱看到进前这个新闻，常常出现中国有大妈，伊搁伫飞行机场遐咧哭啊，讲我无钱通好发啦。但是伊就是物件拢炸入来，烟肠啊、罐头啦，头最后老师嘛有讲，教授嘛有讲，就是这物件拢互中国先去做这个加工制品。这个非常严重，就是你炸入来，这个接触的影响，其实搁会伫这个中国这个非洲低温会搁伫台湾来生产。是啦，是啊，头个老师咧讲就讲，今日不管是非洲低温，还是讲口蹄疫的防疫，其实这唔是讲交政府的代志，嘛唔是讲交咱市地的代志，这是全国的代志。哦，所以感觉讲这个观念，大家有这个观念就好啊，因为
第一个要紧就是讲，咱即马国内也无非洲猪瘟，咱也无口蹄疫啊，所以第一要紧就是讲，咱的边境海防爱甲守护好。是。吼啊，伫守护好的中间当中，永早人拢感觉讲防疫你得防检局的代志啊，你防检局甲我顾好，安尼就放心啊。但即马无共款，现在政府感觉讲，桥口防检局无够啊，是啊，咱伫迄个海巡有无？迄个海巡人员，你看到迄个金门飘来的迄个海漂猪。验到非洲猪，真正是恐怖。咱永早想讲，伫进口物件才有歹势，伫迄海上咧漂流，遐个死猪啊，竟然有大病毒，有够恐怖。中国的生化武器就对啊。真恐怖！咱若即个消息后来咱验到了，咱看到这感觉无共款咯。即个传染的风险，毋是讲叫人会扎，毋是讲叫车会扎，毋是讲叫猪甲猪接触，连死的物件嘛是要好好处理。所以咱有咱即个发现，咱有甲迄个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有甲讲，爱注意哦，伊即马这病会传染，应该有一个新的方式咧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嘛伫即个非洲猪瘟的即个防疫顶头，咱台湾嘛展现一个新的防疫的一个模式出来，无共款。永早甲咧防疫件，袂说件兽医爱处理，件即个防疫机关爱处理，毋是。即马海关也入来啊，咱内政部也入来啊，咱航警也入来啊。咱的海巡也入来啊，甲咱的移民署嘛入来，你知无？你签迄个移民署，互伊咧发证的签完，伊讲伊会甲问讲，你对倒来，你都毋通炸吧哦。所以这样真要紧。咱教育部嘛入来，教育部拢透过因即个学校的即个老师咧，甲囡仔讲，这非洲猪瘟真重要哦。这大细汉，大家拢爱注意即个代志。袂介一囡仔，我定听爸爸妈妈咧讲，你知影恁咧农委会？非洲猪瘟的迄个宣导是宣导了有够彻底，我讲是安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伫阮囡仔甲阮讲。是。所以包括教育部也入来啊，包括咱内政部对咱这个新住民这个宣导，我拢方方面面拢咧做。是。所以咱今年5月，我去参加迄个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时阵，甲阮遐个其他国外的代表咧讨论这个代志的时阵，因听拢讲，大家拢学咯。台湾无非洲猪瘟吧？我讲无啊。讲你那变遮大力？我讲嘿，等下一定要先冻咧，袂使互入来。干嘛发生遮来防，安尼就袂赴啊，对无？现在冻好袂入来，所以政府咧做是讲，咱做之前绝对袂使互入来。其他国家就足心声讲。阮一般拢是爱发生了，政府才会出遮大力。我讲是，所以观念无共款啦。咱的预防重于治疗，千万都袂使互入来。真正有影有这个口蹄，这个生理伫遐，这个类伫遐，所以咱这回非洲猪瘟这个动的这个工作是真正有重要。咱来看一张这个图卡，就是讲咱强化这个边境的这个管制啊，都这个今年的正月16号开始啊，就对着这个疫区高风险的国家，这个旅客这个行李。100%来检查，并且还有这个护国神权，只要坐落就罚钱啊，对无？就是你若是有骗着就罚钱啊。若是3年来咧，伫这个发生伫咧非洲猪瘟的这个国家，炸这个肉制品来入境，头先会当罚20万，搁再罚就是100万。搁来看到咱拄则有讲到这个全民的意识爱抬头啦，就是爱有这个意识伫咧，就是讲这个部分毋是政府的工课，毋是业者的工课，你对这个中国炸肉制品入来。这拢是犯法的这个部分。其实咱要过来请教，就讲老师这个部分，咱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口蹄疫这个疫情咧拄则毋免搁注射。其实咱有一部是农委会有宣布讲，其实咱的肉类日本会当外销去日本啊，这嘛是一个咱新的可能开始，对无？对啦，外销这袂使，咱即马吼，伫台湾这饲猪啦，是跟。迄个主委也是讲着，这饲猪是以内销为主，咱来讲有过身啥物去外口的介绍较好，咱来外销，这是应该，因为咱即摆若是有进口这个猪肉嘛，因即摆是自由贸易的时代嘛。伊虽然讲咱有家己有饲猪，外美国啦、南美啦、加拿大拢会甲因的肉。上来咱台湾嘛吼，咱的肉若是用个上去，特别日本吼，若要较爱咱的猪肉啦，因为较紧嘛，所以毋免冷冻嘛，用甲迄个冷藏就会使啊嘛吼。伊若要对丹麦遐远，伊就爱甲冷冻的肉嘛，冷冻的肉当然甲冷藏的肉些是无共嘛。台湾的肉过去日本人若是食了足惯势的嘛，所以咱即摆若口蹄清除了后吼，我想肉要搁输出吼，这是应该啦吼，这也
刺激着咱手机的因吼，会赚大钱啦。吼，这个好好饲甲非洲猪瘟甲冻掉咧吼。啊，你这口蹄疫若宣布讲已经迄落除名吼，我想这养猪的人，伊拄啊手机讲养猪的人即马感觉也真快乐啦。所以有一天吼恁会大趁钱，但是吼，咱也爱佮拄啊，咱这副局长讲的吼，这个上重要就是这个非洲猪瘟唔通有起来吼。口蹄疫即嘛中国若是还佫足济咧吼，中国嘅到处若是拢爱口蹄疫，所以唔是干那防治即个非洲猪瘟尔，你口蹄疫若爱防治对中国佫起来哦，继续个动咧，继续在动咧吼，安尼你才有法度讲保持咱即个叫做会议器的迄个名义啊，所以其实吼，这口蹄疫的清调吼，是其实阮。做这土木业啦，是甲阮这农业的吼，啊，甲这个大家拢真欢喜啦，啊，会感觉讲哇，也是真辛苦，今仔会得到这个辛苦吼，应该大家爱珍惜啦。是真正爱珍惜，所以咱要请教这个手规子啊，对业者来讲，肉品、猪肉，佫会使外销出去啊，这对恁来讲真正是真大鼓励吧？当然哦，尤其吼，咱即马啊，这课题清除了吼，算。这对咱来讲是咱台湾市地的这骄傲啦，吼啊，咱会当搁再提升咱的竞争力，搁走上世界国际，吼，迄是这市地的另外一片创另外一片天，咱创造另外一片天，吼啊，所以吼，我讲即个吼，咱会当吼算政府伫这风险的管理吼，自这情况做甲非常的成功。啊，阮市地的吼，虽然讲即马啊做口蹄吼啊做。拔针了，非洲猪瘟真密动的，但是吼，阮拢唔敢放松，阮一场搁一场拢办足这宣导会，阮嘛吼爱继续做好阮的自我防疫，希望讲这种吼这款吼自我防疫这成功吼，这个成功一直继续延落去，吼非洲猪瘟然后口蹄拢永远拢卖入来台湾安尼，吼啊，我嘛伫遮要呼吁市地，比如真正袂使放松，吼，咱爱继续强化生物生物的这安全，啊，过来吼爱凝聚这共识，绝对唔能去疫区参访，啊吼，啊过来迄个嘛袂使走私活猪仔入来，因为后天就是这猪仔囝走私入来，甲咱喂着的，或者1997年对，嘿，对，卫生伫遐走私迄猪仔囝入来，甲喂甲台湾吼钓啊惨歪歪的，吼，啊这个咱迄个低调吼，上界重要就是车辆，吼，猪仔车，吼，爱款啊做饲料车。啊，搁车死猪的车，迄是足高风险的款吼，感染源。希望吼，伫个车辆爱管制好，上好吼。那迄个较大条的啦，因吼有家己自备家己的迄款车是家己迄款吼，伊运输车上好啦。啊，那迄款吼有迄个家己化粪机吼，莫搁迄车死猪的车入来，迄对来讲是搁更加较安全安尼。啊，处理吼，我听咱迄杜副局长咧讲，即摆搁剩4场还未建好啦，吼啊，咱希望讲即4场吼，迄咱政府搁继续努力，吼，这处理拢总莫搁吼算啊说爱若要食爱一定爱煮迄90度1点钟嘿，啊上好是吼改食饲料啦，啊是一劳永逸啦，吼啊若吼算主动通报，拄则咱赖老师讲这吼嘛拢爱做，吼虽然讲咱啊做口蹄动啊做已经拔针成功啊，吼啊非洲猪瘟挡掉的，阮市地爱。继续努力，因为咱家己帮忙家己，人才会甲斗3工，啊，市里才有另外一片春天。真正的，有影，咱头先这邱规只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厨余、这个喷这个部分。其实咱这个防检局应该嘛有出真济力吼，伫这个口蹄疫这个防治，也是非洲猪瘟这个部分。其实咱咧讨论真大部分拢是这个喷的这个部分。是啊，因为即个物件就是讲，头我邱规子也有咧讲的，咱伫家己部长的生物安全，家己爱注意。以外就是讲，包括人啦、车啦吼，啊，所有逐工爱消毒，这是逐工爱做的。过去安尼，今晚呢未来嘛是逐工的工课，是袂使停吼。啊，另外就是讲，即个饲料的部分，其实因为有介侪配套的措施摕出来，就讲上好是拢莫来用吼。啊，但是现在是无可能拢无用，所以其实是环保署迄边出来斗3工啦。吼，因为这是算是废弃物再利用嘛。啊，要利用会使啊，但是你一定要好好啊煮，吼，爱经过即个去登记，吼，爱合格，吼，你好好啊煮，吼，所以环保署即块有法帮助侪嘛。所以头我先咧讲，咱伫即个非洲猪瘟即个行业来，变做一个新的模式，就是讲，其实咱政府各个部门
中央甲地方其实大家拢合作咧做这个代志，包括咱产业足支持的，包括咱学校这边才也足帮忙，咱企业的时候迄边大家也足认真的，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新的模式。啊，头我讲的就是讲，这个模式爱去继续做咧，袂使放松，这个合作的模式爱继续做咧。咱继续要来讨论，就是讲哦，因为这个考地役伫1997年这个爆发了后，这个市地真正是做一半甲斩掉伊。就是这个市地的这个高峰期已经过啊，但是这个外销，咱即摆要拼外销，咱来看一下这个台湾市地业哦，这个产业这个高峰期，咱伫1996年这个爆发进前是有25000外户咧市地哦，啊市地的这个数量是1000多万只吼，啊外销日本的这个部分是有600万哦，遮尔啊济哦，啊所以外销日本的这个产值哦，这个有500亿遮尔啊济。啊，咱看到2019年即阵哦，这个市地户是剩甲7200外户，啊，市地的这个数量是540万外只吼。啊，其实咱都要请教到这个邱贵子啊，你安怎看？即回就是97年爆发到这个考地役啊，现主是咱若要拼外销，其实外销这条路敢是一定爱行的路，因为其实咱咧讲这个肉品哦，这个家己食都无够啊，咱国内的这部分。外销吼，咱即马目前都爱迄个国家伊交咱条件共款，咱才有法度去。因为咱还佫有迄传统的这低温还未清除，啊，所以若是无低温的国家，咱就无法度去。像日本，因过去咱外销日本的肉占因国内进口肉超40成，咱的台湾猪肉是日本人的最爱。但是因虽然讲即马因低温嘛是拢有加减在发生，但是因是采取菩萨的这款的作风，所以因若无传统的低温，咱应该咱嘛还佫无法度去遐，只要讲加工吧安尼，吼啊，所以要咱的吼算台湾猪肉，吼要佫外销，这嘛是还佫有一段路爱行啦，嘿，啊吼啊上界物质的就是吼，我吼像咱教授讲的吼，咱教授讲的是吼，我讲了较保守，伊讲吼，阮先做疫苗的人工费用甲疫苗钱都差几十亿，这对咱来讲是减少足大的这成本安尼。所以其实咱咧看这个外销的部分，其实咱真侪市地拢有一寡这个叫做经验的法则哦，经验法则啦，就是讲咧拍卖猪仔的时阵，拢看咧猪咧走秀安尼，用这个经验啊，其实咱有建议就是讲吼，这个土体的这个评鑑这个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可能教授会当帮人补充一下。我想这猪仔咧拍卖咱这个方式吼，大概世界唯一的哦。世界唯一。我是唔知影讲。拢照经验来看。拢照经验啊，土体你用安尼拍卖吼，这对市地有真无公平啦。你譬如说今仔日猪仔这个拍卖场，伊若加了200只出来，这猪价贵个漂咧。哦，啊你来。安尼是对迄后较慢拍袂着遐人都不公平嘛。啊，你若多体来评价时吼，伊就袂安尼，袂即个代志袂发生嘛。哦，我我是认为是安尼啦。我毋知影邱贵子的想法安怎。你用迄个安尼拍卖迄个方式吼，这我是认为是敢若台湾这世界敢若台湾有的尔创造的啦吼。你是看是毋是安尼？这土地评级这吼，阮业者嘛是争论足久，讨论真久啊。因为吼，算土地评级吼，你即摆传统这市场，你影响到伫遮工作人员因的生活问题，这边啊，甲因说后面甲突破吼，这是一个问题啦。啊，我是感觉讲土地评级甲咱传统市场这拍卖方式，用吼双向拢来进行，吼拢来进行，吼算因为过去咱有咧外销日本的时候，像我的猪拢有高价性吼。伊嘛是用土地评级咧计算，吼，你比如讲咱即马吼，我猪就感觉吼，较而且迄办较无遐水，无爱去传统市场，啊，要去冷冻厂，伊要用土地评级改算，甲你哦，咱哦一个个吼，咱卖甲伊买大家欢喜，要用啥物方式来计算，我感觉是可以会使哩。所以吼，这市里若咧讲，即拢甲讲，其实土地评级咱若交冷冻厂直接对咱用迄种方式来算啊，啊，若传统市场暂时吼。哦，要甲改变，应该是也佫有困难。是吼，咱咧看这个传统市场，其实要食拢是这个叫做温体猪肉啦吼，安尼这个肉质较好啊，是安怎？但是其实咱要佫讨论就是讲，这个外销的成本，到底是爱算落去无？啊，佮咱这个环境咧变，这个咱时代咧变，市地的产业嘛咧变，真侪这个系统化，亲像头拄仔这个副局长嘛讲到，咱这个规划啊，这个废水要安怎排啦，这个系统，这规个这个。
规个定数拢个完备了后，才有法度这个健全咱的这个市地业，符合这个新的时代。搁要请教这个教授哦，这个教授就是讲，现主是咱的环保的要求已经比过去已经进步真济啊，毋过倒位搁要改善的。我个人的迄个看法啦吼，台湾的市地要搁扩大吼，即马500几万只嘛吼，你要讲要，因为咱的口蹄疫治疗以后，可能会用销去日本吼，安尼情形吼，你讲要甲台湾的迄个市地搁扩大，伊个真困难啦。是。因为第一，你即马土地遐贵嘛，吼你拄我讲的这环保的问题，环保的问题是较无问题啦吼。伊这市地若有一定的数量，伊就必须要有这环保的废水处理，拢会真完整，迄是无问题。但是咱就爱看这个市场的需要，咱国家佮要饲这个猪，要来外销，咱所用的这成本。加这个环保的问题，敢有这个价值？所以我是认为市地部分呢，你讲咱都可以自由无用嘛，吼！你讲为着特别外销，你来扩大你的市地的迄个数量，还是迄个场所，我想是无这个必要啦，吼！你顺其自然嘛，吼！当然，你若讲有外销，以后进口，你市地拢真顺，无这个口蹄疫，无这个或者非洲猪瘟，我相信咱台湾市地吼，迄个事业是真好的一个事业。所以邱贵姐啊，你安怎看？国内国外这个趴数要安怎抓？我是感觉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因为你要，我感觉伫台湾即马要搁增加投诉，只要讲说养猪专区无有伊的困难度，伊即马环保意识。还抬头嘿，像阮家管理也讲遐要设机场，若要搁起新的机场，吼，拢有听到风声尔，居民都吼要抗议啊，嘿对吼，所以这环保意识抬头吼，要增加投诉，嘛有伊一个困难的这个所在安尼。所以对于这个市地产业来讲，嘛是有真侪困难伫遐啦，若是要这个投诉。甲救护权，所以咱来看一场哦，这个时局变化真济哦，这个猪肉外销是毋是有困难？这场图咱来看吼，咱头拄嘛讲到这个环保的要求，甲较早来相比已经无共款啦哦。这个若是要扩大这个猪农哦，安怎处理这个污染的问题，其实就是讲这个所有物件拢要提升啊。第二点就是讲诶，这个用地合法的处理，头拄嘛有讲到这个园区是毋是要来设？咱过来讨论就是讲，个第三点呢，就是讲这个话题拍卖会当接到这个国际这个部分，就是讲这个土体的部分，咱头拄嘛有讨论，等下个讨论较深一撮。这个喷的这个部分，其实咱拄要讲剩4号吗？还是这个是无真好的，未去申请合法用喷的，还阁4号，还阁4号，要4号。所以我找无人来走去对比哩。安怎讲？要起早要甲伊沟通，拢找无人啊。是哦。非常讲找无人。所以这可能是环保署的这个环境环保会继续甲因联络啦，总是爱入来嘛，吼。是，所以头拄仔邱贵姐嘛有呼吁啦，就是讲这个养猪业的这个业者，大家配合爱有共识，就是安尼。但是咱头拄讲到这个园区，即马土地嘛贵啊嘛，可能嘛无法度规个压起来，所以外销可能嘛真有困难。头拄仔嘛讲，咱猪肉其实国内这个需求嘛是真大。这个部分其实对着所有的这个食食的这个问题，尤其咱这猪肉，可能逐工咧食有几啦，这个统计是偌济？咱即个是。每个人是食差不多35公斤啦，一年啦。一年吼。咱已经较早要食到40公斤，因为咱有即嘛有牛肉、有鸡肉，还有卵遐，所以咱已经减少啊。是。中国人即嘛差不多食39.9，所以因食的猪肉比咱搁较济。是，所以因这个爆发到这个中国非洲。所以咱的猪540几万只，应该是自产自足啦吼，真好的所在。所以我们若自由贸易后日吼，那咱若即个口蹄非洲猪瘟拢无，因市地要外销，这当然爱鼓励啊吼。因为着因的迄个猪价各方面吼，市地是伫台湾应该会真趁钱的事业啦吼。如果这个政府吼，甲这些口蹄疫啦、非洲猪瘟拢该防治好势，因配合的时候，我认为市地吼是真好的事业，但是要扩大是真困难。是扩大是真困难，但是这个官方的这个猪肉
要安怎饲，可能这个秋桂子啊，才较有经验。要什么样子？官芳就是较高级的这个猪肉。啊，为猪种来改良啦，猪种的改良啊，饲料配方来调整，就有法度啊啦。所以要亲像这个日本的这个松板猪入来台湾，台湾要有这个决心嘛，若是要真正做外销，就是较官芳这个高级品。咱台湾过去为着要吼外销日本，要应付日本人需要这猪肉，因日本人总吼因做鸟毛，啥物拢要要求上好的，所以台湾的饲猪的技术是吼，猪种的改良是世界一流的啊，日本人的最爱。所以是虾米款的这个改良方式？哦，迄算较专业啦，那个比较专业了，育种迄个比较专业的。不过真的台湾猪这回真正是骄傲啦，咱会当看到讲，咱投资者嘛讲来环保这个需求。随着这个时代这个变化，已经慢慢来改善啊。啊，饲猪这个拄则有讲到这个园区畜产园区，这刚好可能。养猪专区。养猪专区，我是乐观其成啦，因为我感觉即马真侪猪场吼，因为拢去食关庙公，本来伊咧饲的是边仔拢无带人，啊，即马人大来了吼，哦，啥一直甲检举啊，逼甲伊有诶无法度饲，拢本来若一贯场哦，拢伫迄肉猪拢无饲，敢饲。猪母尔，要减少污染源。啊，伊吼，像即款场就足需要有养猪专区来遐饲伊的肉猪安尼，我感觉这足需要。啊，而且你也养猪专区了吼，一条龙，吼，感觉讲这嘛是伫运输上面这一寡这过程中间污染吼，迄感染拢会当减少安尼。所以养猪专区我是乐观其成。阮家县长有哪像嘛有提这个计划？是，啊，毋过这实施相当有困难，老师。应该是要有土地啦，政府愿意来帮忙啦，吼，饲猪配合啦，应该是无啥物困难啦，因为拄啊，迄个手机这讲，即摆猪场伫遐啊，迄个厝拢一个起瓦来吼，安尼大家拢会抗气声，安尼对饲猪的。其实一直要饲呢，真痛苦哦。所以这个养猪专区呢，政府愿意提供这个土地吼，啊来做是有一寡像这款的猪场吼，受到抗议的猪场，甲移去为迄个专区来饲，这是真好的计划啦。是啊，专区饲当然原来有伊的迄个缺点，像讲这。极边的枫叶咯，哇！你这区饲几百万只，是几啊10万只，那唔准啊，钓边哦，就拢来啊吼。当然我咧有伊的迄落啦，但是迄款的专区，迄阵的枫叶迄个方式可能就爱真真注意啦，吼，各场的迄个消毒啦，枫叶迄拄啊讲的车辆人员的出入迄度爱特别注意。啊，这我相信因饲猪的吼。那这专区来饲吼，甲一寡有迄个争议的遐个猪场，甲移调是安尼是真好。是，所以对政府来讲，若是要设到这个饲猪专区，咱会当有做什么措施来帮助这个猪农？就像老师咧讲的，今日要做一个专区内底所有饲的，伊的饲养的条件一定要升级。是。伊无升级，伊变做大家拢合作伙，安尼就大麻烦啦啦吼。啊，头壳咧讲这养猪专区的这个问题，其实。咱头壳咧讲，这是毋是佫有需要继续做外销？这个代志会当讨论是安怎？我捌当着一个真好的，我第2代、第3代，即马就要接饲猪的，咱的青农吼，人较有志气。我咧讲，你猪仔饲甲遮好，品质足好，啊品牌甲包装上拢做甲足好，行销讲这好，这啦摕去做国际行销一点足赞的。伊讲啥？即马无共款啦。我饲猪是我的兴趣，我饲猪第一要紧是我为着阮台湾人，我要。伫国内市场，我第一要紧。嘿，我毋是为着要外销，我知影有就环保压力，我唔要饲足济为着要外销。是。但要食咱台湾的好猪，来台湾食。哦，我听了就感觉足骄傲。真甘心呢吼。伊讲你就来台湾啦，来台湾啊，会当来台湾佚佗，来台湾食咱的好猪吧。所以即卖的少年人的观念是渐渐咧改啦，因为无一定讲爱饲足济，为着要外销趁钱。因感觉讲趴数较悬，我做较好，啊，好顶数较悬的，安尼也是为着咱台湾来骄傲。要食好猪来台湾，真正这个新的想法吼，这个猪农也好，还是政府也好，拢有一个真正新的这个思考方向，就是讲，即马少年人唔免拼外销，还是猪农唔免拼外销，叫因来台湾食，其实就是回过头来讲，就是讲蔡英文总统讲，台湾猪肉有偌尔好食，亲像卤肉饭啦，咱头拄仔讲的这个空肉饭，等等的肉制品，唔免外销出去，叫因来食，颠倒是回过头。会当促进咱的观光啊！其实咱今日重点就是讲，口蹄疫这回已经8针啊，
已经唔免搁注射，其实2020年也搁有一个关键伫。2020年关键就是讲你这段时间你要互这个世界动物迄个组织甲咱核准，爱过1年的时间咯。所以今年你来保持这个口蹄疫无任何的这个病例。上大的关键这2020年就是这个非洲猪瘟的问题。有影。中国应该即摆还搁伫高峰期吼，伊甲即摆世界迄个专家在分析啦，2019年的年底时吼，中国的猪肉会欠真济，欠真济，伊的猪价可能会有关甲3倍吼。过去若有几摆啊，像讲伫2006年迄阵，甲08年迄阵，世界奥林匹克底下伫迄个举行的时，因为有迄落做蓝耳病，有种蓝耳病，7,000几万只，所以迄阵猪价起到要2倍起。是，所以这个部分真正甲咱台湾爱有决心啦，就是讲这个中国的非洲猪瘟真正甲动起来，因为2020年真正是真关键的一年，所以最后咱要来感谢，就讲咱3位来宾哦，来到这，其实政府伫这方面真正做了真有心，啊，佮有业界的配合，才会当小牵连，为着咱台湾的这个猪农啊，台湾的这个猪肉品哦，做这个努力打拼，其实真正真甘心啦。回过头来讲，就是拄则这个副局长讲的，就是新的观念之外，就是讲这个少年人因。